新竹科学园区伫顶个月传出讲有48间的厂商申请裁员，人数将近有500个人哦。园区表示讲，其中有一间是做哈迪的厂商，10月的时阵裁员241个人，准备要裁掉510个人哦，工厂要关掉咯。也毋过哦，伊今年1月到10月，的确嘛已经裁员1600外人，这嘛是最近5冬来第2济的记录。 就要我年尾啊，因讲新竹科学园区伫10月所传讲有48间厂商要申请裁员，总共有496人伫咧年底进前的无头路。根据了解，其中有一间电脑哈迪的大厂利森诺科裁员的人数上多，10月要裁241人，估计总裁员人数会到510人。产品随着产业趋势的变化，产品比较没有竞争力，所以他们就决定关厂。 那该公司也依据相关的规定，叫做《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》的规定，通报到竹科。竹科管理局统计，今年1月到10月，竹科的总裁员人数是1605人，创每5年来全年裁员人数第2高的纪录。顶回全年裁员总人数上悬的纪录是108年的1758人。伫今年这边的裁员以电脑产业占上多，过来是生物科技甲光电等产业。因为这边的裁员也无算到11个到12个的裁员人数。竹科管理局讲，今年裁员的人数可能会创最近5年以来新高的纪录。 下短单跟急单为主，科技业呢已经开始有一些改变了。例如呢，在技术上，目前呢越来越多呢是导入 AI， 就是所谓的智慧制造，产线的员工本来就会比较减少。专家讲，伫目前上歹时阵已经过去，尽量估计自明年开始，正像是手机或者是 PC 产业的景气将会愈来愈好，但是订单的零件都永远无悬。由我爱谨慎的应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